另外来关心的是，台南昨下晡呢是一直雷公四呐5点钟来，这四呐呢已经超过上千届啊。南区气象中心是解释讲，这就是太平洋高气压和对流正旺，唔才会引起的。另外，伫个台南山上的水稻博物馆呢，这樱花竟然开啊，园方判断可能就是天气的变化和花期乱去，恐惊是影响到生态。 15号下晡5点半，台南天顶四呐一直是连续出现真侪个单雷公兼有四呐光，四呐路径看甲真清楚。那这特别的景象，5点钟来四呐超过3000届，这个乡亲看甲会惊，认为这款状况无介正常。南区气象中心出面讲，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，地区中昼过后对流发展较旺，伫台南甲高雄交界一带开始发展，继续往西边海边的方向刷叮当。气象中心也提醒，这2天南部中昼过后，赶快要注意有雷阵雨。台南最近好少有这种天气的变化，因为台南最近有时候仰望天空都可以看到双彩虹，很美。没有想到这2天就雷雨交加。由于对流发展的时候，在积雨云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冰晶，那冰晶互相碰撞之后会产生电荷的分离，那分离之后会在云间产生一些放电的一个作用。同款是较奇怪的气候现象，嘛出现伫咧台南山上回恒水稻博物馆。原本应该等到寒天到春天才会开花的河丁樱，这摆煞伫咧9月就提早开花啊，互游客感觉真意外。园区解说，园内樱花树并无做催花处理，原本是一粒寒一粒热，致使樱花的生长期错乱，拍乱失不自然的花期。那都10丛吧，一丛拢规蕊啊。哦，规蕊啊。上水也是过年的时阵，因为气候的关系都变了啦。不只是樱花，很多花的花季好像都乱了。例如现在我们园区还有1、2棵凤凰树，还有看到花。理论上，凤凰花的花期也应该过了。那以樱花来说，我们倒是第一次发现它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开花了。水稻博物馆表示，有专家提醒，这款季节错乱，恐惊影响到食物正常生长。这款大自然的气候变化，就要小心面对，唔通放花花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